匆匆朱自清。燕子去了，有再來的時候；楊柳枯了，有再青的時候；桃花謝了，有再開的時候。但是聰明的，你告訴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呢？是有人偷了他們吧？那是誰？又藏在何處呢？是他們自己逃走了吧？現在又到了哪裏呢？我不知道他們給了我多少日子，但我的手確乎是漸漸空虛了，在默默裏算着，8000多日子已經從我手中流去，像針尖上一滴水滴在大海裏。我的日子滴在時間的流裏，沒有聲音，也沒有影子。我不禁頭澀澀，眼淚潸潸。去的儘管去了，來的儘管來着。去來的中間，又怎樣地匆匆呢？早晨我起來的時候，小屋裏射進兩三方斜斜的太陽。太陽它有腳啊，輕輕悄悄地挪移了，我也茫茫然跟着旋轉。於是洗手的時候，日子從盤裏過去；吃飯的時候，日子從飯碗裏過去。默默時，便從仍然的雙眼前過去。我察覺他去的匆匆了，伸出手遮挽着，他又從遮挽着的手邊過去。天黑時，我躺在床上，他便伶伶俐俐地從我身上跨過，從我腳邊飛去了。等我睜開眼和太陽再見，這算又流走了一日。我掩着臉嘆息，但是新來的日子的影兒又開始在嘆息裏閃過了。在逃去如飛的日子裏，在千門萬戶的世界裏，我能做些什麼呢？只有徘徊罷了，只有匆匆罷了。在8000多日的匆匆裏，除了徘徊外，又剩些什麼呢？過去的日子如輕煙，被微風吹散了；如薄霧，被初陽蒸融了。我留着些什麼痕跡呢？我何曾留着像游絲樣的痕跡呢？我赤裸裸來到這世界，轉眼間也將赤裸裸的回去吧。但我不能平的，為什麼偏要白白走這一遭啊？你聰明的告訴我們的日子為什麼一去不復返？